由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主辦的2025年教師節海報及漫畫作品展徵集活動結果公佈，我校學生5年級盧希彤、盧幼彤、高可欣、樂自然4位同學的作品，因緊扣尊師重道主題，創意獨特且技法紮實，在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，成功入選。更值得慶賀的是，盧幼彤同學的作品經主辦方甄選，已用於慶祝教師節紀念郵品，充分展現了我校學生的藝術風采與敬師情懷。呢幅畫主要係表達對老師嘅感謝，畫中畫出咗老師教導我哋嘅情況，同時透過呢幅畫都想感謝我哋嘅指導老師為我嘅畫提出建議，都感謝學校裏面嘅每一位老師嘅教導同埋幫助。